主后2023年6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搁较好的选择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35篇。上主啊，甲我争论的人，求你甲因争论；甲我交战的人，求你甲因交战。求你摕大势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用枪对付追赶我的人。求你对我讲，我是你的拯救者。求你互孝顺我性命的人受凌辱见笑。求你互计谋陷害我的人彻底闹开。求你互因亲像互风吹的粗糠，有上主的使者甲因赶散。求你互因的路暗搁骨，有上主的使者甲因追赶。因无缘无故设道网要断我，骨陷坑要害我的性命。求你互在下伫无拍算的时临到伊身上，你互伊暗设的罗网甜着家己，跋到迄内面受害。安尼，我的心会因为上主快乐，因为伊会救阮欢喜。我规个人拢要讲，上主啊，无人会当甲你比。你拯救困苦的，脱离比伊较强的人；拯救困苦散车的人，脱离抢夺伊的人。凶恶的干净人站出来，因查问我毋知的事，因对我用歹报好，互我的身魂孤苦无助。毋过，因破病时，我穿满衫悲伤，刻苦禁者为着因额头祈祷。我款待因做我的朋友，做我的兄弟。我哭得哀伤，敢若为着老母死去在悲伤。毋过我跋倒失败的时，因斗阵欢喜。连亲阮人嘛一直甲我凌辱攻击，因做伙瞥想我、踢笑我、痛恨我，对我加牙切齿。主啊，你若惦惦伫看，要看偌久？求你救我脱离因的残害，救我的性命脱离少壮的师。我要伫大聚会中感谢你。伫众人的中间称赞你，求你毋通用阮无缘无故敌对我的人对我夸口，毋通互无理由怨恨我的人甲我赢，因为因无讲和平的话，颠倒造谣中伤意爱和平的人。因开喙大声攻击我，讲：你看咧，我有亲目看着。上主啊，你已经有看着，求你毋通惦惦。主啊，毋通远远毋插我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主啊，求你精神起来，为我辩护，替我伸冤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判断，毋通互因伫我的面前洋洋得意，毋通用阮因心来讲。你看，代志拄照阮的心愿，毋通用阮因讲。阮已经甲伊吞落去。愿爱我拄着患难的人见笑闹开，愿骄傲对待我的人拢失望见笑。愿爱我受判无罪人快乐唱歌。愿因不时讲着尊上主做大，因为伊意爱伊的奴仆平安欢迎。我的喙舌要宣扬你的义，
规日拢称赞你。搁较好的选择，伫大笔的生命中，竞争对手也是敌人，伫战场也是法定世界铺设罗网暗坑，设下断命盔甲要杀害伊。虽然安尼，大笔要坚定信靠上主，祈求上主帮助伊，用金牌抵挡用倒护话来拯救伊。以外，面对拄好伫受难的朋友，大笔甲因当作袂输是亲人，看做袂输家己伫受苦，为因祈祷。总是当大笔遭难的时，这朋友煞稳将受报，做假干证来诬告伊。大笔感觉家己的世界充满不公不义，就伫上主面前抱怨。即期上主竟然容阮歹代志发生，大声呼求：主啊，你哪会惦惦伫看？要看偌久？求你救我脱离因的残害，救我的性命脱离少壮的师。大笔还亲像律师，指证竞争对手也是敌人所有的行径，仰望上主的公义，此时此刻会当彰显伫这人身上。伫你我生存的世界里，大笔早日面对的一切，若像也是咱的日常。好友、顶司、同事，甚至甲某同工的诬告、陷害、无端指责，互咱必须承担真侪失败、痛心和苦楚，甚至背负无须有的罪名。就亲像经文所讲，这是穿满衫的悲伤和忧愁啊！总是伫每工的生活，每一个礼拜来去教会的场合，却还需要背负重担和拄着假面躯，还亲像主耶稣基督伤痛，汗流的水滴，若大滴的血，滴落伫克西玛尼园，向上主祈祷讲：爸啊，你若肯，求你将即个杯甲我摕开，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着照你的旨意实现。若是咱的性命路途拄着安尼的境况，迄要安怎面对眼前的困境呢？当大笔面对攻击，耶稣面对受苦时，因做一个搁较好的选择。因选择来到上主面前吐露心意，向伊讲述心中的苦痛，排列所有一切的伤害，听候冤屈通得到伸冤，欢乐唱歌的时阵来到，直到上帝的公义彰显。大笔讲，安尼我的心会因为上主快乐，因为伊会救阮欢喜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处境现况，敢有遮尔啊困顿？直到你埋怨上主，哪会容阮遮个情况发生呢？你心中是毋是忧伤，亲像刀得流，互骨头碎裂呢？但愿上主垂听你心中呼求的祈祷，仰望上主摕盾牌、举长柄、大斧头帮助你。当咱陷入困境的时，通亲像大笔向上主呼求祈祷讲：求你对我讲，我是你的拯救者。仰望上主的公义及早临到，互咱会当亲像大笔共款。呼喊讲，我的心会因为上主快乐，因为伊会救阮欢喜。默想，伫生命拄着挫折困顿的时阵，我会当有一个搁较好的选择，倒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无？当生命拄着挫折困顿的时阵，我会当有一个搁较好的选择。
倒转来到上帝面前无？做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愿你垂听我心中的呼求，互我逐日经历你的救恩，用新的眼光迎接世界的挑战。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